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2月8号，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使你困在坏情绪里。我们要读以斯帖记第5章第9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你们要除掉一切怨恨、暴力、愤怒，不要再喧扰或毁谤，不要再有任何的仇恨，要亲切仁慈相对待，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借着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4章31到32节。面对情绪的方式决定了你是谁。生活中的问题从没有少过，各种情绪也随着大大小小的状况被引爆。然而大多时候我们都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导致了身心俱疲。在《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损其身。简单来说就是生气是百病的源头。当人在发怒的时候，气就会往上走，影响身体的健康。因此呢，爱生气的人很难健康。不只是中医，现代的医学研究也指出，生气会对身体产生许多影响及疾病。从一张图可以看懂出爱生气对身体有多伤。你们可以在引言当中来上网，牧师可以分享这张图里面有提到几点有关于生气会伤害我们的身体。第一个，它会伤害免疫系统。生气的时候会使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升高，会影响免疫系统的运作，造成免疫系统失调。第二呢，它会伤到肝脏及肺脏。杜克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爱生气会充满敌意和轻中度抑郁患者体内呢，这个会反映出一个蛋白叫 CRP， 这样的一个浓度会上升，导致肝炎及肝损伤。第三，爱生气的时候会让伤口愈合的速度慢。这是俄亥俄大学一项研究发现，生气会导致人体皮质醇的增加，皮质醇则会导致与人体组织修复密切相关。这两种免疫细胞减少，使自我修复能力会更差，所以呢，伤口的愈合也会更慢。第四个影响就是内分泌系统会失调，因为生气会使内分泌系统控制中枢分泌过多甲状腺所调节的荷尔蒙。第五的影响就是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平时的 4.7 倍。第六个影响是容易引起情绪性的肠胃疾病。所以生气的时候我们常听到说哇，气到那个胃痛这样那又称为是情绪性的胃肠疾病。第七，它会影响到我们脑细胞衰弱及增加脑血管压力，大脑中的杏仁核在生气的时候会释放肾上腺素和睾酮素，让身体产生反击。
但频繁的生气会让破坏大脑中枢兴奋和抑制的机制，让脑细胞它会变得衰弱，脑功能会老化，而且大量血液会涌向我们的脑部，增加我们脑血管的压力。那此时脑中风的危险是平时的 3.62 倍。所以科学证实，生气后各器官会出现严重的变化，所以人的确有被气死的危险。所以我气死这样。今天的经文虽然只有1节，但告诉我们有关哈曼的情绪起伏之大。哈曼快乐地离开王后的宴席，但快乐没有维持多久。当他经过王宫门口，他看到了末底改没有站立起来向他致敬，就满心恼怒。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满心恼怒，我们的气到叫咩闹穷黑的，所以他回家呢，他抱怨给妻子朋友听。那就在愤怒的背后，他的妻子和朋友竟然建议他，你明天赴宴之前干脆就先把末底改杀掉。不论如何，末底改他没有因为王下达要灭族的谕令而改变他对哈曼的态度。那这一个事实是令哈曼感到愤怒和羞辱的原因。之前我们应该有提到哈曼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与愤怒，他的名字与愤怒的发音和字形都非常的相似，所以可以说愤怒几乎要成为哈曼最明显的特质。然而愤怒的背后隐藏着更多复杂的情绪与思想。哈曼对末底改的愤怒，起先是因为末底改不愿来遵守王命，向他跪拜，那拒绝其外在向人表示尊敬的举动，那表示末底改不愿向他表达尊敬之意。但是这一次呢，哈曼恼怒末底改的原因，是因为末底改看到他却连站起来都没有站起来。这样看来，不论是末底改做任何的举动，都有可能惹怒了哈曼。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过程看见那些不尊重你，或者是甚至伤害过你的人，心中的一把火产生愤怒，此时你的情绪已经受到那个人的影响那影响你产生不属神的情感，就是生气愤怒，甚至有时候我们会从心里面来咒诅对方。很多悲剧的发生就是从生气到愤怒怒气冲天，甚至有产生到这样伤害人的念头。我们看末底改他因为不尊敬哈曼，而哈曼的怒气就导致他要杀一个人，觉得不够，就要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所以他之前已经颁布了这样的一个谕令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一步一步走入自己所设的死亡网罗当中。今天的金句再次在提醒我们，我们要除掉一切怨恨暴力、愤怒，不要再喧扰或毁谤，不要再有任何的仇恨，要亲切仁慈相对待，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借着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就是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要饶恕别人。所以我们看到愤怒其实最伤的是自己。我
我们来思想，现在有什么样的人事物是使你困在你坏情绪里面的呢？你已经找出与坏情绪相处的方法吗？你准备好要把坏事变为好事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满有怜悯、慈悲、有恩惠的上帝，你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今天呢，我们透过聆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以哈曼为借鉴，让我们知道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要让魔鬼有机可乘来掌控我们的情绪，把我们引到灭亡。求主帮助我们除去心中一切的怨恨、暴力、愤怒，能彼此来饶恕，也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和睦相处。我们这样的恳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喜乐、健康、蒙福。我们下次再见哦。